列位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梁公兄、南海教授、毕英兄弟，真欢喜大家伫圣诞节的时阵有即个机会通相甲做伙。特别伫本土政党今年大败了后，伫圣诞的时阵，对伫台湾遮的乡亲，老实讲有一点郁卒安尼嘿。总是咱有缘要对圣经内底特别即个马祖英字的启示，互咱来三思。一个伫马祖里出世卑微的生命，伊伫33岁就结束，甚至是休乐来结束伊的生命。即种的生命，拄开始的时阵，敢若有淡薄人甲伊相甲做伙，总是到伫今仔日，有几10亿的人咧纪念伊的生命。所以我要用即个题目，互咱大家想，马祖婴仔的启示，甲拉条内底的戇牛，这是台湾通信几十年前放伫首页的 logo， 咱要相甲来想，咱做一个台湾人，当咱咧推动台湾文化的时阵，耶稣这个人的生命对咱有什么款的启示？但先咱要先来听这首的诗歌，叫做《信心坚定的人就欢喜》。信心坚定的人就欢喜。
马槽内底即个婴儿，圣经的记载讲，伊是一个拯救的记号。总是即个拯救的记号，确实针对一寡孤独、散车人特别有意义。因为伫个圣诞暗时的时阵，即对夫妇翁婿已经真老，妇人人是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，因对伫北部的拿撒勒来到伫南部一个小城市叫做伯利恒，因要找生囝的所在，总是无拍算，因受拒绝。古不利中就伫真寒的暗时，将即个囡仔生伫马槽里。因为即种的缘故，圣经一只特别记载安尼讲：毋免惊，通欢喜，我要报互恁大欢喜的好消息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的，放伫马槽里，这就是记号。忽然间，因感受到有一大堆的天兵，甲一寡天使伫遐咧学老上帝讲，伫至悬的所在，荣光归乎上帝；伫地面，平安和平归乎伊所欢喜的人。因为即种的信息，直到耶稣当伊大汉到伫30岁的时阵，伊第一遍伫伊故乡的犹太人的会堂，伊拍开犹太人的圣经，伊读即段的经文，表示对伊过来伊的生命的定位甲认同，伊的生命的愿望要往倒去。伊安尼讲，主的灵伫我的身上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互我传福音，互散车人，查劝我报告受掠的得到头放，青迷得看见，互遐受压制的得到自由，报告上帝欢喜人的喜年。这是耶稣，伊对你家己生命的定位。伊愿望通过伊的生命，会当互一寡人，特别散车人、受掠的、看袂见前途的愿望的，互因伫受压制中间来得到自由。伫最近，台湾有一支电影，足侪乡亲去伫遐看，叫做《流麻沟15号》。这是咧讲起到一寡因为思想失去自由、受掠，因伫监狱中的一个呼唤。伫2012年，周启明先生，伊用下骹即个人叫做施水权，又写68张的批，等于伫监狱的中间。伊按照这68张批，伊写这篇的小说。后来最近姚文智就将伊甲拍做电影。伫这个电影内底咧讲起到因的受掠，要安怎有愿望？施水权下骹这位少年真水的查某囡仔，伊伫最后一年，伊写第68张批，1956年7月2日，伊甲伊的妈妈讲：“妈妈，因为咱有信仰，我相信上帝会甲我头放。无偌久，你有寄互我几块布啊？我希望
会当帮衬一个家落内底的细汉查某囡仔，会当甲做啥？总是请你搁互我寄较济的布，互我呢？我真少念你，总是无拍算。经过3工后，这个徐水泉甲伊的朋友丁窈窕就互人枪杀。丁窈窕要用枪杀的时阵，伊的查某囡仔甲扭条条讲：“我的妈妈是一个好人，请你毋好甲伊枪杀。”伫即个电影的中间，咱看见倒手边林东，伊唱出原住民的牧师林庆台牧师写的一首诗歌，叫做《少年我的故乡，我的生命活了真好》。这受理的人的中间，因有甚物款的愿望对伫因的生命？咱知影，伫即张相片内底，因是坐伫淡水教会头前迄个阶梯，上头前即个人，伊是一个法官。有一届，甲阮办公室举办的郊游，上车的时阵，伊甲我讲：“牧师，莫讲我的身份安尼，因为规车的人拢是经生人，甲一寡安迪的囡仔，总是无拍算。伫阮郊游结束，要倒转来到伫台北的时阵，我请遮的经生人甲囡仔，伫遐讲起到因的生命安怎来得到转变。结果感动这位法官，伊就徛起来，伫遐家己做告别讲：“我是一位法官。”伫遐未参加咱的郊游进程，我认为这的精神人拢无有改变的气力。所以当我每一届咧判一个精神人的程度的时阵，伫我内底无存愿望甲怜悯，总是今仔日我听见恁的见证，改变了我对精神人的看法。无偌久，这位法官就走来到伫阮办公室，伊讲：“牧师啊，我敢会当伫遮来洗礼？因为我相信，迄位会当互人对世人中国啊，转化罪人生命，这位上帝是我所相信的上帝。”伫台南，阮有一个时工，伫遐阮有一个叫做戒毒村。每一年的圣诞节这个时阵，拢会去甲因洗礼。一年大概有25个精神人戒毒的人，伫遐转化因的生命，伫遐受洗礼。总是2年前，当阮去洗礼的时阵，这位戒毒村的管理主任，伊看见这个人生命的转变，伊就问讲：“牧师啊，我敢会当甲因三甲做伙洗礼？”伫圣经内底，耶稣捌安尼讲：“一个罪人悔改，伫天里做伙欢喜甲快乐。”每一年伫台北監獄，拄好看見即個畫面，有一群的人，因伫遐來受洗立志，願望因的生命會當有一個新的開始。每一年，阮的機構大概有替600個精神人關心因的生命，伫監獄，互因決志，因願望有一個新的開始。伫每一年的年底，阮来邀請一寡精神人的囡仔，甲因音樂訓練，甲因輔導，然後
带因到伫比因搁较卑微、无愿望的一群人，伫天母的众智障的囡仔，伫遐因三甲做伙吟诗，学了上帝。当因看见这个囡仔的时阵，因感觉因的性命伫寒天的时阵，也会当过带互这个众智障的囡仔，比因搁较无愿望的人，伫遐一点仔温暖。每一届阮三甲做伙的时阵，拢伫这个卑微的性命的中间，伫因的面容看见亲像天使迄种美笑的面容。听的关心，甲上帝三甲做伙来培育、捏造一寡上帝交互阮死守为家的使命，亲像这张图伫遐所写的。咱知影常常一项物件，讲一个物件对根源无相像的方向照射，会当现出无相像的画像。像这个物件对正边照，是一个年老的老大人也乖啊；对倒手边照去，是一个拄出世的红婴仔。亲像这个画像，咱看见这物件对正边照去，是一个天使；对倒边照去，是一个惊人，亲像魔神啊同款。所以，当一个人的性命，人看是卑微，是残酷，无愿望，总是对你上帝的光照根源来看，伊种互人惊惊的面相，伫内底也有上帝互伊的灵魂。有一天，会当成做帮助人的天使。耶稣的性命，咱看见出世真卑微，住伫马槽。当伊生命结束的时阵，伊是死伫残酷、羞辱的十字架。这种苦痛的记忆，到伫今仔日，转化成做上帝听的疤痕。一个人来当了解上帝伫十字架顶迄种为着人所忍受的痛痛，伊才会当晓悟上帝怜悯人迄种的疼痛。下骹这个图面，就是伫4年前，我伫上联一届的讲座做讲完的时阵，讲到一半，突然瘫痪了呢。后来就送去台大，发现是主动脉剥离。主动剥离急救的时间敢若70分钟。伫病床的中间，伫我咧思想，到底耶稣的生命、伊的出世、伊的传道、伊的十字架，对咱有什么意义也无？一个人若袂当了解上帝迄种为着人伫艰苦中挣扎迄种的痛痛，就袂当了解上帝对着咱每一个人，伊所创造的人迄种的疼痛。当耶稣伊的生命到你最后的时阵，又进入耶路撒冷，一个人拥护伊，毋望伊做王，总是无拍算伊拒绝，伊上十字架，成做一个囚犯，承受一个苦杯，接受上帝予伊伫生命的命定甲安排，特别是迄个时刻。所以最后，伊体会讲：爸啊，求我脱离这个时刻，总我愿为着这个时刻来的。我袂当接受这个时刻，我的生命就失去
存在意义，我就袂当得到迄个有历史感的一个荣耀。改革中长老会因有一个 logo 叫做“分离不废”的标志，咱常常看见这个标志，这个标志咧提醒一个无受焚烧的气配，袂当发出，互人感受为着的荣耀。咱看见一粒麦，若无真正落土，伊就袂当结实做做。伫1888年，有一个25岁的少年囡仔，伊来到伫台湾，伊的名叫做Calvin Russell。伫1888年，伊到伫台湾，第2年，伊甲甘威兰牧师伫彰化丢失彰化医馆，无拍算2年后，伊25岁时阵，因为伤寒死伫家己。25岁时阵，伊留一句话，伊讲敬听的主，若认为我的工作已经完成，请允准我离开这个世间。我欢喜听候你的呼召，请将我埋葬伫大社的所在。25岁就结束，伊伫台湾宣教4年。总是伊的生命，毋是安尼就结束。伊亲像一粒麦，伊的生命的动能、感动，伫英国的南台湾刷落去，伊的囝南台北，爸仔囝2代伫台湾工作85年，一个生命。因为伊活出按照上帝予伊的命定，找到伊的意义甲价值，就成做有动能的震撼，影响南台北的爸囝伫台湾服侍85年。咱看见同款伫彰化教育牧师，伊继续这种的感动。伊55岁时阵，伊牺牲伊的生命，伊为了主做戆人，尽忠到死。伊20岁时阵，因为一摆受伤，差一点仔无命。迄个时阵，伊甲上帝讲：“我要将我的生命完全交伫你的手中，你按照你的时刻、你的路用。”来用我这个生命，所以后来，伊就对日本转来到台湾，无讲半句话，甲遐个海客较区的人生活斗阵，到伫宜林沿海，遮个小儿麻痹的囡仔生活斗阵，到伫台南，甲遮个乌骹边的患者三甲生活斗阵，伊整个生命就亲像耶稣基督的生命同款，按照上帝予伊的命定，时刻活出上帝爱伊我的生命。虽然55岁就过身，总是伊留予台湾的基督徒。甲咱遮的乡亲真大的笑脸，所以咱会听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就是齐柏林，当伊伫5年前，1027年6月初10，伊的生命结束的时阵，一阵囡仔为着要感谢。伊留落来的卡粒，为了台湾的贡献，因搁一届爬上玉山，唱这首的诗歌。
这首的诗歌，英文叫做《In His Time》。伫主的时刻内底，伫主的时刻内底，你互万事拢美好。求你提醒我，逐日教导我，知影做这一切，拢是你的时刻。伫你的时刻内底，你互万人事拢好。我愿意献上我的生命，盼望我所唱的诗歌会当得到你的欢喜。伫你的时刻内底，互我的生命成做一个学了你的诗歌。请咱来听这首的诗歌。齐柏林伊的生命，亲像拉条内底的公牛同款。总是，伊最后虽然52年那定，总是伊留落来。台湾人为着伊的生命来拍手，来学乐。听这首的诗歌，这是阮教会的诗班所唱的。因唱的诗歌讲：我要献快乐的感谢，我要因为上帝给我的生命，活伫这个时刻，活伫这个土地，活伫这个空间，来甲上帝讲感谢。耶稣出世的时阵，2000多年前，伊出世伫马槽内底。无人会拍算，伊的生命会成做对世界遮尔大的贡献。伊死伫十字架顶，迄种的受辱，留落来生命虽然33年久，总是一个互咱通学习、通感谢、通学乐的生命。请咱三甲
来听一首的诗歌，我要献上快乐的感谢。